今日唔係鬧鐘叫醒我，而係樓上嘅裝修。本嚟想瞓到9點左右先起身，但係8點就俾樓上嘅電鑽嘈醒咗。俾人嘈醒咗之後，我就打開電腦睇一睇股票市場。2026年3月9日啦，之後除咗海洋石油啊，全部都係處於下跌狀態，好恐怖。不過生活還係要繼續。今日中午還有一個別墅項目要去做水電驗收，將所有線都拉喺一入門口呢個位置。床頭呢，就係預留屏幕或者係一個開關啊，咁呢啲都係作為一個長期控制。黑線嗰個呢，對下40線出面拍印漏咗電啦。網線喺呢邊所推出有2條，一條係俾網關，一條係俾我哋嘅 AP，亦預留咗插座喺隔離。咁就算係做小米、玉米咁都冇問題。再分享一個好有里程嘅電話，喺呢個施工階段已經裝咗燈。強電箱同弱電箱每一層都有噶啦，將每一個全部都做好分類，每一層。跟住下邊嘅弱電箱呢，係足夠放一個交換機，跟住啲網線全部聚喺呢度。之後擴展都仲有可能性嗰個網紅樓梯燈啦。燈嘅成本亦唔算太高，但係你睇下呢啲咧，係你所需要嘅作場成本啦。一個，呢啲全部都係人工成本啊。室外嘅定位都冇問題啊。咁就橙色嘅係網線，黑色嘅係電源線。咁呢邊1、2、3，咁就3個監控。咁呢個藍色嘅就係俾戶外 AP。今日其實係好普通嘅一日。俾裝修嘈醒，睇下股票嘅升跌，同埋完成手上嘅智能家居項目。但係我慢慢發現，人生好多時候唔係做完一件大事，而係每日將每一件小事做好。希望今日嘅分享對你有幫助，我哋聽日見。